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风台马娃本地已经变做强烈风台，也毋过随佫降做中度风台。目前离咱台湾嘛也真远，一礼拜拢未影响台湾。也毋过马娃的暴风圈经过关岛，这是关岛当地40多年来上强的风台。当地政府已经赶紧疏开地势较低的民众。若风台影响台湾的程度会有偌大？目前就要等29看伊越北边的角度有偌大。马湾风台已经开始侵蚀关岛，海面也拢是大影，市中心开始出现一阵的强降雨，路树化大风吹甲拢歪去。关岛气象局估计，这是当地40多年来上强的风台，当局应该带伫较低所在民众拢撤离。风台伫通过关岛了后，会继续向西来前进。气象局讲，马湾的强度伫台湾时间24下晡2点小可减弱，真做中度风台。不过，刷来过真强。本礼拜虽然也未直接影响台湾，也过拜六开始，东部海面会有长影。在周1到周3的这段期间，台风是在比较接近台湾附近的情形，所以在随着它北转这段期间，也会对我们附近的天气造成一些影响。气象专家讲，综合澳洲模式预报，马湾风台有7路线比前一天离台湾较远，风台有提前西北的情形，所来可能受到北方造线牵引，往偏东北方向前进。不过西北的角度受到高压的影响，以往有变数，也未能排除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这可能性。这一个观察时间点就是在29号整个高压跟台风之间的这个交互作用的影响。那第二个关键时间点呢，也就是说大概在31号左右北方那个潮线确实是有顺利的把这个马娃台风有抓到，然后可以把它导引到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专家提醒，5月底到6月初，计划要去 Okinawa 也是日本的南部，要注意上新航班的资讯。风台路线以往有变数，无论是不是发布警报，预计伫下礼拜1到拜2，会是风台相对离台湾上近的时间点。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就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全台湾的温度拢会回升2度至3度，所以早暗的温差嘛会变较大。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天气甲昨昏是差不多的，日是西部、东部、东南部会落阵雨，过道各地山区嘛有可能会落西北风。下暗开始透东风，东部的水汽会变较高。另外，温度的方面，今日全台湾的温度会回升2度至3度，各地高温大约是28度至30度。若日时就感觉有较烧热。不过早暗的温差嘛变较大，暗时低温恐惊会降到21度尔，所以乡亲早暗就爱去哩晒衫。气象局是预测讲，这款天气会一直维持到礼拜日、后礼拜1到拜3，风台才上挖进咱台湾，所以沿海会有大影。乡亲爱细致，爱注意风台的动态。来看大东县的达仁乡海岸的蓝靛石真出名，早期有人会去捡去卖，不过伫2015年的时，大东县政府已经公告讲蓝靛海岸禁止捡石头，不过也是有游客讲袂听会偷捡，即马县府就有采一支牌啊，提醒民众偷捡石头会罚甲你破产，因为上当要罚500万。伫大东县上南边蓝靛海岸有一种古当年互海影线甲变圆的石头，是一种泥沙岩。石头顶悬有白线，而且这个白线真特别，画会亲像动物，画亲像数字。早期有人甲叫做图案石，后来以伊出产的所在号名叫做蓝靛石。早期真侪收藏家真介意，一寡人拢会来捡，价销也不假悬。不过，这种石头是当地蓝靛村民的建材。在印刷园里面的图像的白色的部分，然后有一些像很空白的，像什么越南飞啦，完全独一无二。有这些玩家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蓝靛石有是这样的一个宝贝。
第2015年，台东县政府公告警察蓝电照了后，都无人来遮捡石头。不过最近可能观光人较侪，台东县政府甲达人乡公所特别徛石头恒久远一粒就破产的告示牌，提醒民众甲游客，唔通想讲敢捡一粒无要紧，唔来会以土石采取法，重罚100万以上500万以下，也有可能因为无经过地主的同意就捡石头，变作窃盗。现在因为政府的规定啊，就没有人在捡。听说捡一颗会罚很多钱。地主的部分，如果土地是私有，可能要私有地主同意；那国有可能要国产局同意，用这样的程序才可以免除那个土石采取的一些相关的刑责。县政府讲，南电海岸3公里长已经协调警方甲花村队巡逻处理，不过东海岸原来有真空的石头，依照土石采取法嘛袂使捡。不过学术研究也是基本创作的需求，就会当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得到同意就会当少量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伫桃园有一个查甫人伫超商内底乱，对警察对店员起骹动手。不过路尾嘛有翕到画面，是警察起狂用警棍拍这个民众，甲拍甲流血流地。中立分局已经对这个警察记过处分，不过这是引起一寡基层警察的不满，讲要串联基层，按算对6月初1开始连续4天，这警察要发起治安消极日，要替这个互记过的同事抱不平。这个查甫人情绪失去控制，伫咧超商内面大闹，警察到现场处理，也互伊出手拍。要让警方喷辣椒水给压制了，如果用警棍该拍，互人质疑执法过头，引起舆论的正反论战。中立分局是赶紧该记过处分，依照伤害罪限送。面对种种的作为，就让串联合规的基层被发动治安消极日。伊要伫咧6月初1开始连续4天采取第一波的消极作为，无查证之后，无主动回单，歪处理分局交办的事项。因我也强调，合区内民众的权益未受影响，因为诉求真简单，就是撤销记过的处分。基层会那么反弹，原因是常年来警察机关在惩处程序上的恣意妄为，会造成内部法治完全失信。这要做出惩处外，应该要再做更详尽的调查。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讲，就算是要处罚，也先做完整的调查，已经发函给行政院，讲听说的程序有问题。中立分局回应讲，尊重网络的言论，各界鼓励或者是指责，因拢感谢也接受。强调分局内面所有人拢正团结，袂因为单一事件受影响，士气也袂受到打击。顶多是警政署长黄炳昭态度正低调，只跟他讲，伊搁再对外说明。我在对外说明。这篇治安消极日究竟是谁人发文的，唔知。不过一打出来了，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煞变做正反伫咧辩论。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38个死刑犯，因为即马申请释宪，甲单也未执行，进行就有民间团体发起公投提案，要求判死刑了后半冬内就要执行。中选会这个案有受理，不过目前也在审核，敢会成嘛也唔知。这些死刑犯根本不会枪毙嘛，那到最后他们就是寿终正寝在监狱里面嘛。这个案子会不会去影响到死刑犯他们提出再审跟非常上诉的这个权益？两派激烈辩论，伫死刑议题论战。下调开公听会，因为今年2月有人提案公投，伫加加刑刑法增订死刑确定了后，爱伫6个月来执行，除非法律另外有规定。政府现在做的事情是在保护杀人犯的人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请问，难道那些被害者家属他们就没有人权？话讲啊正重，提案人施小典认为，对死刑犯的保护无应该无设条件。相关公投提案，中选会受理了后，当地审核。不过，是不是成案是一个问题以外，准公成立嘛管委会今年8月举办。时程看起来的话，应该是来不及了。应该是来不及，因为那个公投案的成立必须在公投日前90天以前，这个程序的进行都是按照既定的这个规定了。看死刑犯的名单，亲像真侪年前涉及台警察的案件，姓王的兄弟夜刀杀害冤警，小弟王碧英2009年互人判死刑确定，已经10多年啊，甲单还未执行，包括伊在内全台湾无执行死刑，一共有38人。有关案件是属于中选会的职权，
我们必须要等待所有的救济程序完毕以后，我们就一定会依法执行。死刑无执行，甲执行死刑规定有关系。明定只要有非常上诉再审，也是申请改说宪法，都要先减慢。台湾已经有3年无执行死刑。法务部讲，只要救济程序无结束，都无法令会当允准。司法院对死刑改说宪法的案件一直拢无结果，部院小体也是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真出名的振兴轮胎创办人罗杰，2009年过身。伊的前司机伫今年2月份的时找朋友偷走去墓园，偷摕伊的金刀翁仔，嘛向家属讨6000万。家属有报案了后，警方伫1礼拜就抓到人，歹徒有3个人，这3个是被判3年8个月到7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家人的协和电厂更新改建计划，今仔日要进行宽屏第5届的初审会议。台电是强调讲，台电的方案会当稳定供电，这是4赢的局面。也毋过环保团体并无认同，认为敢若是换汤无换药。来关心中国时报，今年连续假期有较济，几年补办日嘛变较济，是引起一寡民众怨叹。行政院的行政人事总处有研究5种方案，今仔日的行政院会顶头会提出来报告。根据了解，拍算会向补办上少的这个方向，干那小过年内单成休假来处理。也不过官员嘛强调讲，实际上结果会安怎，是要交予行政院长陈建仁来决定。那今仔日行政院会可能会行政院会正式提出道安行动纲领，拍算要7年投入400亿，由交通工程教育用各种管道来提升道路的安全。第二目标会先改善道路的设计、号志甲灯号，嘛会加强教育，要让交通安全的课程会当进入校园。花莲吉安乡的中央路甲和平路口伫国菜市场边啊，来往的人较多，为着记录人安全，官府完成道挖车道了后，伫分界道头前佫增设一个记录人庇护道，用来停等。因为它的那个设计啊，太过于前面，可能会造成车辆在转弯还是什么容易去碰撞啊。我也是行人，我也是驾驶。我是行人的话，我希望它存在啊。虽然民众对新设施看法无同，不过行政院最近会加强补助，像这款的人行环境优化设施，办时要宣布道安行动纲领，7年投入400亿有算。第二个目标全力加强道路设计加改善号志，另外也对教育这边来入手，让学生熟悉交通安全的课程。5阶段的教材，从国小到这个高中能够让这个民众从这个小的时候就接触到，包括他当在开车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是他当行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防卫。这是台湾交通安全问题，佫出现伫国际上。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实际来到台北市中山区，看到车儿开过人行道，互警方开发，标题写着台湾每年交通死伤的数字是日本的6倍。交通部跟行政院在去年年底就说，今年肇事的件数跟伤亡的人数要下降5%，但是1至2月明显的不及格。我们确实就是输日本输6倍。对，没错，他那就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那我们怎么办？我一定要让它下降，现在目标就是降5%啦。交通部讲，将来经由跨部会合作改善人行的这个环境，也甲各地方政府讨论路权的分配，像是适当开放内边的车道。对安全的角度来讲，机车的路权，这拢是道安工作后续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为着要解决咱国内欠工的问题，劳动部即马有宣布要增加外籍移工、外劳伫制造业、营造业、农业和长照机构的人数，大概会当增加28000个外劳，其中有一半是看护工。上紧伫6月中要来推动，也毋过中人业者是表示讲，要开放当然是无问题，也毋过来台湾了后，敢有法度管理，敢会偷走去做违法的工人，这才是大问题。会到啊，会到。甲照顾伊的看护义工讲国台语，国小的老师退休，到长照机构养老的王阿嬷退而不休，也甲机构的人员来耍游戏。老年的生活无孤单，伊有长照的产业欠人的情况严重。劳动部23有个调整聘雇义工的资格，其中包含机构看护义工名额。我是觉得可以缓解到我们那个现场上经营长照机构者的一个人力，目前是可以治标啦。
除了机构看护义工会增加14000个名额，营造业会增加8000人，农业义工会增加6000人，制造业会增加600人，希望用来保一个四大产业无够人力。疫后各产业都有缺工比较严重的情形，所以劳动部跨部会商之后，那就放宽了这次有4个产业，像畜牧、养猪、养牛等，或者是像水产，那这个都是可以当单一雇主，他就可以直接来跟农委会申请。由头一摆开放营造业的民间工程，因为近来若是无有够劳动力，工期一直拖，会增加营建的成本，会影响厝价。这样就营造成本会降下来啦，买房的压力会比较轻啦。现在营造成本就一直在涨，涨的时候房价就往上再涨上去了。不过，义工中介业者烦恼政府放宽原业动作无困难，也不过安怎防止倒拖的后续管理，这才是问题。环境跟福利啊，还有薪水是否优渥啊，会成为他愿不愿意留在机构继续奋斗的主要原因。可以开放外国的护理系毕业的劳工进到台湾来从事护理助理的工作，那相信对台湾的照护品质会更好。劳动部讲，新法有过期限是7天，上紧伫6月中会推动。不过，即阵的失联义工有8万多人。中介业者烦恼讲，增加义工的数量了后，若是无法提升管理的能力，也是加强相关的配套做法，只惊制造更加多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领导人，24日是对外表示，因就去烧战的阿兵哥已经有2万人战死伫乌克兰，伊嘛警告俄罗斯，如果无认真拍，这场战争恐惊会输去。巴赫姆特战争依然咧继续，不过俄罗斯佣兵集团组织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指示，佮透过社会媒体发布访问影片指出，伊招募去作战的合约佣兵，总共已有2万人伫乌克兰战死。И когда у элиты дети мажут себя кремами и показывают это в инстаграмах, там, ютубах и так далее, а у обычных людей дети приходят в цинки около гроба сына и говорит: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вы генералам медали даете. 北韩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伫线一场记者会表示，这数字真接近美国进前的调查情报。普里戈金同时警告俄罗斯当权者，除非认真面对这场战争，若无可能面临甲1917年革命的结果同款输掉俄乌战争。同一天，美国海军上新上线一航艦福特号到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福特号全长337公尺，满载时阵排水量超过10万吨，是一只核子动力航空母舰。伫后会之下，载入奥斯陆甲官会伫遮停几啊天，了后去北极地区参加军事演习。俄罗斯批评这是无合逻辑，而且有破坏性的武力展现。另外，路透社报道指出，已经通知芬兰，会终止2个双边军事设施互访协议，作为反制芬兰加入北约的措施之一。另外，乌克兰要求1年 F-16战机总算得到美国同意，由盟友提供。不过，英国甲德国排除提供战机的可能，佮表示无能力提供训练，也无战机用提供。挪威甲荷兰指示表示，虽然也无决定是毋是向乌克兰捐 F-16，不过愿意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公司新闻陈慧锦报道。澳洲有一个95岁老阿嬷，顶礼拜伫安养中心互警察下电枪，24时不幸过往。第一个新进前，这个下班的警察才互指控是攻击罪，即马人死啊，伊的罪有可能会更较重。新南威尔斯警局对死伫的95岁婚姻人诺兰德贵新伫社群媒体表示哀悼，指出伊伫病院病情离开，亲人伫的这时阵悲伤感染，要求保佑温书。就伫诺兰德贵新几点钟进前，迄时阵对伊用电击枪的警察怀特，因为冲动造成严重身体伤害，被控攻击罪，无谋杀等刑事指控。不过即马情形改变，警方表示控诉可能成立。He is still suspended from the workplace. Of course, this has been traumatic for everyone in the police force, and this is one matter, while the rest of the police force continues to do their job 24/7 to protect and look after the citizens of New South Wales.
这次警方接到报案表示，有人提刀自毁，才派12年经验的警察怀特去洛兰德大的安养机构。就伫甲洛兰德沟通无效情形之下，洛兰德提刀向前，怀特对伊电击，洛兰德倒落去，头部骨头进去。这代志互国际真着惊，也引起国内公众怒火甲谴责。新疆领袖等活动人士批评警方现场处理能力。根据新南威尔斯省的警察手册，电击成分该用伫老人或者是新疆人士身上，除非是特殊状况。公视新闻恩文宁报道。来关心泰国的北部，即阵是透风落雨，地区一间学校运动场厝边顶规个放弃害死7个人，内底有4个是囡仔，上细汉囡仔敢若6岁。当地政府嘛警告讲，即阵泰国的北部已经进入雨季啊，爱设置上大雨做大水。厝顶放落来，现场是乱七八糟，弄派去的条啊含铁皮是四界散喷喷。救援人员是无用伫个喙石堆内面要救受困的学生和民众。积水的现场，阁发现几啊粒骹球含人放弃的鞋。泰国北部的批集省，礼拜一暗时6点半左右，迄当阵天气忽然间是强风暴雨，真侪学生拢伫个学校内，四面无壁，敢若厝顶的运動場内面在耍，但無想到厝頂竟然規個放落來。ในอาคารเนี้ยยุบพังทั้งอาคารเลยค่ะเป็นโดมใช่ไหมค่ะเป็นโดมสำหรับเด็กๆมาออกกำลังกายในร่ม因为代志是忽然间发生的，运动场内面的学生根本都袂赴走，救援人员找几年是找到6具尸体，另外还有一个6岁查甫囡仔送病医了后不治，拢总是造成7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死者是4个囡仔，2个家長和1個工友。ไม่ที่แรกยังไม่รู้ว่าลมนึกว่าอะไร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หึ่ง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ไปสมัยไปรบสมัยร่มเกล้าเลยดังมากโอ้เราอยู่นี่มาเกือบ40 ปีเพิ่งเจอเหตุการณ์พูดแล้วยังขนลุกอยู่นะ警方講，喺附近的地區嘛，有幾間徛街是倒落來，有關當局已經喺當地設臨時避難所，讓災民有所在通住。泰國當局是警告，泰國北部的雨季已經開始，這禮拜還會有暴雨發生，提醒民眾較早做好防災準備。公司文章回密連日。今日國際上，抑個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同齊來去看世界。世界衛生大會即馬正在舉辦，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3個國家替咱台灣發聲，支持咱台灣愛加入 WHO。另外，咱衛福部長許水源帶團的台灣世衛行動團，嘛有去瑞士的首都拜會當地議員和首都的市長，雙方互相交流，對方嘛表示台灣永遠袂孤單。來關心美國前總統川普要爭取共和黨後一屆總統提名，講要參選2024的總統大選。紅博界看作是川普黨內上強的對手，佛州的州長第2時時，伊嘛對外宣布，伊嘛要爭取參選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來關心阿富汗中部即馬發生大水災，當地政府是表示已經知影造成6個人死亡。塔利班的發言人對外表示，目前已經有100多棟厝甲大約200公頃的農田互大水淹去，那灌溉的水道嘛受破壞，即馬經濟損失也來統計。鏡頭等下，咱國內來關心，咱明年2024年嘛要進行總統大選。民進黨嘅賴清德昨昏是發出民主大聯盟，強調立委定調會以下黨派、下世代、下領域3大方向來找人。那國民黨嘅侯友宜昨昏是表示，即馬咱國內黑道唱笑、政治黑道甲政治攏交結，民進黨政府應該愛先解決這個問題才對。另外，民眾黨的郭文哲昨昏是去台南的宮廟拜拜，伊強調選伊做總統，兩岸發生戰爭的風險上升。2024團結一致。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是帶新北市定調的3個立委參選人參加記者會，等家母帶家仔的氣勢，以民主大聯盟做主題，和理念相同的拍贏選戰。在本次立法委員兼顧選區的徵召作業，秉持跨黨派、跨世代、跨領域3項原則，希望籌組民主大聯盟，結合社會更廣更大的力量，
来守护台湾。赖清德表示讲，民进党后壁还有21个等要定调，也是合作的选区还未公布，会找各领域的人才替民进党来投入新火。伊嘛重申会坚持改革乌金，用上悬的标准来回应社会期待。另外一方面，传出国民党的智库已经研议未来大选政策的主题，三大重点都是甲乌帮扫掉，打击诈骗和恢复地检组。黑道泛滥，诈骗猖獗，政治跟黑金的挂钩，这些不是我们面临最重要的挑战吗？让人民如果没有办法在人身的安全上得到保护，在社坛安居就会迄拢给讲的啦。侯友宜强调，爱先甲内面安大，才会当对抗外口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一来到台南来强调讲战争的议题。我相信我来做啊，第一，内部会和谐一点；第二，这个台海战争危险会下降；第三，中美的关系也会好一点。哦，咱会在居中协调。第四，为台湾的代志一定较进步，较有效率的政府啦，吼，较清楚。面对指控人士哪力白拢捧出无共款的政策牛肉，希望互选民认同赢这场选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海巡署海空救援能力，即马是又搁再提升哈。这是昨昏一只4000吨的新德舰和乌鹰直升机伫台北港的海巡基地实兵演练，有成功完成任务。这就代表海巡和空勤总队未来伫海上救援能力会大提升。空勤总队红色 UH-60M 乌鹰直升机降落伫新德舰，成功完成组合训练了后，直升机嘛顺利搁起飞。这是昨昏新德舰和乌鹰直升机的结合，有成功完成任务。海巡署即马是期待讲，会当提升海巡和空勤总队未来伫海上的救援能力，嘛会当伫未来应付更较多元的挑战。所以来关心。有立委是建议咱台湾爱成立主权基金，来增加国际投资，加强咱台湾和国际连结。嘛讲这会当减少保护台湾的武器。安尼，咱台湾到底敢应该成立主权基金？中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表示支持，也毋过伊嘛讲应该爱定专法，袂使放伫中央银行法内底。有专家即嘛认为讲，其实政府已经有4大基金，目前得当好好利用。最近引起真侪讨论的主权基金，上早期是一寡中东产油国家，因为被石油趁钱了后，政府单位为着管理投资这寡钱所设的。国内专家确定讲到甲咱较近、操作绩效袂歹的新加坡主权基金来做例。不过有学者认为，咱国内的状况其实甲新加坡差真侪。新加坡它成立了以后，它的那个国家投资公司是完全独立的，不受国会的干预，而且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贪污舞弊啊。放到台湾来的话，就可能会有点问题。嘛有教授表示，若要设主权基金，上好就莫用趁钱做目的。你应该好好去设计，就讲看咱要成立什么种的主权的基金，会当去帮助咱台湾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好，还是讲会当去吸引到外国这一寡较好的这公司。我嘛这是咱成立这个主权基金上重要的目的。有分析师认为，目前国内已经有公务人员退休基金、劳工保险基金、劳退基金，还有邮政资金，这4大基金拢有家己投资的目的甲方法。比起来利用外汇存底设立主权基金，财权其实更较稳定。未来万一一旦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到极大的流动性的一个资金出逃的时候，资金自由流动的一个市场，必须要能够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否则，你的国家就会出问题。分析师强调，像去年台湾股市就有真大的起落，嘛捌出现真侪国内基金敢会破产的几率。若用主权基金投资国外，嘛会有相对的风险。也是一句话，钱的源头安怎来，目的、风险拢爱再三考虑。记者陈文真准由台北采访报道。咱国内电子产业供应链继续在调整库存，即马就风声讲在帮厂景实科技，嘛因为市场的状况，打算要甲部分的设备先关起来。公司伫昨昏有发布重大信息，鼓励员工休假，也毋过对外背货，因毋是要全面关厂。
特色建筑物就是景色科技伫桃园的新屋厂区，人员先甲平常时共宽进出，按过有媒体报道，风城景色因为这观状况无好，下骹新屋厂外部分的设备，按过员工表示拢唔知影，目前照常上下班。我是排休的。排休的。对啊。那有没有鼓励你们休假？鼓励。对，最近。因为我们排休啊，没有。正常上班吗？对啊，正常上班。建设支持发动性回应因应市场变化，考虑厂区3年运作效益，确实有鼓励员工休困，佮看定段进行调整设备配置，啊，毋过无承认有全面关厂的情形。跟那个平常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锦硕的那个订单比较特别，它比较稳定，是，然后它比较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半导体市况无好，顶半年阁是传统小会，真一大厂拢调整人力配置。景色按算伫5月31开股东常会，二是估计收伫111块，6块半。外界有期景色伫第3季因分才有较大的反弹。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屏东大学是发现讲最近有诈骗集团利用学校的名义，讲要发包工程，而且佫惊讲是未符照行政流程，所以爱厂商先立定金，安尼过2天就会当签约，就真正有厂商哄骗去了30万，目前已经报案。这个时间点，我完全打电话就没人接了。手机内底拢照卡出嚟无人接的电话，讲好签约的时间，甲学校人员对话消息拢互收回，业者才知影互骗去。花劳力、花时间下去工作，我们也不是说一天可以赚多少钱的人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讲很伤啊。屏东这间做木工装潢业者，这个月16接到家己公司屏东大学总务处员工的电话，讲有紧急的工程要发包，嘛要买亲像粪扫桶这物件。提供电话，爱业者甲假厂商联络，对方通知爱付定金。业者敲电话予学校人员了后，对方以无用时间真逼的理由，希望业者代付定金。佮讲隔工就会当来学校签约，花30万予假厂商了后，签约迄天2个人同齐消失，才发现是诈骗集团假学校名义骗人。我只是想要希望连学校也要知道，因为人家是用你们名义了，甚至这个人的名字都一模一样。本校已经去派出所备案了，同时也将这个诈骗的相关讯息抛在我们学校的首页，也告知我们学校所有厂商说有这个诈骗的事件。学校表示，采购案拢会按照政府规定办理，未私底下要求厂商汇钱，已经向派出所报案，嘛提醒厂商，若再接到类似的电话，会当去政府的电子采购网中互确认，以免钱去互诈骗集团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表示，即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当地行，所以按算6月底会达到高峰。有医生嘛发现讲，最近快筛阳性案例有愈来愈多，甚至佫有囡仔中学感染误解啊。另外，为着要鼓励时代继续注意防下，对昨开始，只要是去做第1档至第3档65岁以上的民众，就当摕到价值500块的物件。第4波新冠本土疫情清关，平均每天大约有2万人围着。有小儿科医师伫文诊发现，最近伫厝快速检查阳性2条线病人是愈来愈多，甚至有一个囡仔来看医生，家长讲这是伊第5摆确诊，也算讲是另外一种的天公仔囝。一开始就先中了，那中间其实大概每3、4个月，就是稍微间隔要打疫苗之前，那就又再中第2次，所以家长也很困扰，说他一直都不能打疫苗。因为这波疫情当前还有死亡的个案，大部分是无注射疫苗，也是有慢性病的老大人。为了加强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疾管署宣布，对5月20日开始到今年底为止，特别是注射头1剂、第2剂甲第3剂65岁以上的老大人，拢是得到500块的卫教品。没有也会来打。有的话，意外的惊喜。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一些慢性病的，好像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些问题的，或者是他本身就是有重大疾病的哈，这些民众要特别的注意。疾管署强调，防疫解读检定了后，新冠病毒并无消失。而注射疫苗是预防为着了后，并发动正常好方法。到今年4月30日为止，65岁以上老大人，头1剂疫苗注射率是86%，第2剂84%，第3剂是77%。无完成注射人将近30%，所以呼吁老大人赶紧完成3剂疫苗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中，台中目前有设7个宠物公园，负责管理的单位是真复杂。
农业局的动保处管猫啊狗啊，那运动局是管土啊。台中市政府是解释讲，宠物专区的管理是按照地点来分配的，因为土啊专区是设伫北区运动中心内，所以运动局才管土啊。过头带狗啊来台中市的宠物专区耍，但是斟酌看一寡所在拢无发草啊，佮有一寡窟仔内面拢积水，管理看起来是真歹，嘛互饲主苦小姐是感觉真失望。空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宠物区，但是你没有去整理，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可能前几天大雨的水洼，那水洼的话，好像其实土可以平一些，而且因为水洼上面有一些浮游生物，一些狗狗吃了，它们有时候确实会生病或者什么的。但它其实我们直观就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干净。台中市目前有登记的狗仔猫仔有22万只，但是敢若7个所在有宠物专区，平均爱3万只宠物才有一个所在通耍，含台北市每6650只都有一个所在会当耍，差真侪。而且这7个专区，阁是3个无同的局处在管。尤其伫北区运动中心边仔的专区，是设计给兔仔的，但是竟然是和动物无关系的运动局在管。台中市府讲，这个专区内面是因为有安全围篱、隧道。有防洗、防啉水的设施，场地需要维护，为了管理方便，都用属地主义来管。最主要是因为属地主义哈，那当然是建设局的话，就是公园的部分本来就是他在管的嘛哈。然后为什么说后里的宠物专区是我们动保处？那是因为我们后里刚好一个动物之家，就需要注意的事项可以来跟我们洽询，我们也都会跟他提供意见。动保处嘛强调讲，目前互宠物的专区是每一年起2间这种进度在起，即马伫清水区和南区拢有找到适合的地点，当在做设计，未来会当互更加侪饲主带狗仔猫仔去耍。记者综合报道。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是针对清境也有德鲁古摕来做比较，发现讲甲森林错掉了后，日时暗时温差真侪，会造成生态系当中真重要的分解者埋种糖，这款糖袂活，这是会造成土壤内底减少养分的循环，所以嘛代表讲，关山农业甲森林开发，唔那改变微气候，嘛影响生物的多样性。这只就是人叫自然界清道夫的埋种糖，是真重要的分解者，会将死亡的小型脊椎动物甲做尸球带入去土内。饲幼糖嘛，促进土壤养分循环。不过，国内研究团体发现，中高海拔的森林互人错掉了后，日夜温差变大，低属介16度低温的埋种糖颠倒输互精神的竞争。白天的时候，它会有利于苍蝇的活动，但是晚上温度下降的时候，它又不利于埋葬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埋葬虫就会变成比较竞争劣势。新生方研究团队对比中非沿线清境甲太鲁阁地区的森林，发现森林无去温差大，影响物种的竞争，确定错掉森林影响到微气候，甲减少生物多样性的因果关系。在高海拔的地方，森林砍伐以后会造成比较明显的日温差的增加，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优先需要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听落嘛毋是真了解，不过学者是讲，埋种糖若是减少甚至消失，对生态会有真深远的影响。它可以把一些肢体当中的元素、有机的养分都会带入到比较深层的土壤，让元素再次回到就是土壤的生态系当中。为了种关山蔬菜开垦民宿，中高海拔的森林互人错掉，地势气候甲生态连锁反应，细只昆虫的死亡也有可能引起养分无法度入去浸土内。中研院研究团队呼吁，对任何关山地区的开发，拢必须谨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现代人即马是晚结婚，所以就晚生囝。咱台湾未生翁仔某比率是占1成半，平均是7对翁仔某内底就有1对要生无。台湾是医学会上星有做出一份调查，是显示讲查甫人针对相关的检查和治疗拢较无积极。医生嘛警告讲，不管是查甫也是查某，30岁了后，身体就会开始豆豆退化。如晚准备要生囝，成功的机会就会愈低。在一开始还没有进入生殖医疗的时候，就是自己会去看温度啊、算日子啊，那但是每个月还是会看到就是有落红这样子，就会心情上是蛮受影响。
林小姐已经结婚真侪冬，翁仔某两个人刚开始想要享受长甘蜜甜的时间，所以无真积极来生囝。但甲真正想要生囡仔时阵，煞甲翁婿做伙拍拼2-3冬，拢无法度有结果，才决定要找医师斗3工，落尾是透过器官婴仔疗程的帮助，才生到一个健康的查某囝。甲林小姐同款为未生来困扰的翁仔某实在袂少。根据调查，有真侪翁仔某对自然怀胎真有自信，尤其男性常常对未生治疗无够积极，而且拢直直拖延。医师就提醒讲，年岁对怀胎的成功率是真关键的因素。过了一个年龄以后，大概女性在34岁、35岁以后，男性大概在40岁以后，它发生那个染色体异常的比例就会开始增加。异常配置的机会增加，所以不但它的怀孕率会降低，那就算顺利受孕之后，它发生胎儿流产的风险会开始增加。国健署指出，扩大补助人工怀胎已经要2冬，目前已经同意7万多件补助的申请，去年已经有超过6000个器官婴仔出世，占规冬出生率未少的比例。希望同款为着未生来困扰的翁仔某，会当赶紧来找医师斗3工。记者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清华大学是邀请导演吴念真去学校做3工的主学校作家，有23个学生真好运，会当甲家己创作的小说剧本摕来和导演讨论。吴念真是建议少年家要创作，应该爱提升家己的生命经验，而且嘛爱加强结构的训练。学生专心听导演上课，原本按算收15个学生的课程，因为伤过热门，经过导演同意，最后增加到23位。其中有人因为细汉时对册内底看到吴念真所写的文章，决定要专心开始行创作的路。在我们剧场界的粉丝有一句话，就是吴念真导演是全台湾最会说故事的老先生这样子，所以就非常期待这次的工作坊就可以跟自己的偶像见面，然后接受自己偶像的指导。还有学生是因为想要学台语台词，一定要来上这门课。这个故事嘛是跟我家庭有关的，是我阿爸的故事，所以我想讲要用台语来，我想予伊看懂。吴念真讲，学生的创作其中有未少的内容，拢真厉害，也充分感受到学生创作的热情。另外，对现代 AI 科技，导演也提出伊的看法。我就觉得，文字很漂亮，但是内容总是空空的，就这样子，或者是小小的一点感动，会把它加很多水。就像台湾话常常讲的，就是几条餐碟煮高蛙汤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AI 的时候的创作，共同的取向就是多数人会写同样的题材，或是多数人会用同样的方法去看待一个题材。但你可以变成作家，或者你变成跟人家不一样，就是你的写法、你的陈述方法是不一样的。清华大学希望透过导演分享写作的方法以及技巧，来加强学生讲故事的能力。为台湾培养更较多吴念真。记者刘君和新调报道。来看立功剧团的台语剧《清明时节》，顶一搭完整彩排，这出戏是对一对翁仔某之间出现外缘开始讲起，咧探讨婚姻为什么会产生变化，也个要安怎下过人生当中的一寡难关。这出戏伫6月份的时要演出，带乡亲来先来看。你是要叫我安怎甲你讲梨花是啥啊？你莫遐大声好无啊？我只是问一个尔。你迷茫的时阵，定叫这个名。秀卿发现家己的翁婿非常有外缘，故事就为这对已经经营8年的牵手婚姻拄着难关开始讲。这出戏是导演吴念真改编作家郑清佛的作品《清明时节》的同名舞台剧作品，望透过婚姻之间出现外缘的故事，讲安怎下过人生当中心内的难关。咱咧讨论外遇的问题时，拢咧讲当事人，咱无想讲因家庭的其他人。这个小三因老爸
啊，这老爸要承担足大责任嘛，伊是老师，伊个是人去对翁仔某的证婚人，啊，因查某囝仔介入别人的婚姻，所以伊的负担会足大，啊，伊用什么角度去面对伊的查某囝，甲面对众人。清明时节，这出台语剧已经演过侪摆。吴念真讲，每一摆拢有新的演员加入，但是新演员可能较袂晓讲台语，所以因也有请台语指导，除了爱调整发音以外，用词也是重点。比如讲，挂物件做动坏化，挂过的物件吼，挂甲老甲老，你的感觉通会老去啊。啊，先前台语变哪讲，听有良相这句话的时阵，人无一定遐尼济。啊，你不如讲啊，人个南山钱较济。日光剧团的清明时节当咧拍拼准备，伫5月23是进行头一摆的对外完整排演，8月份到9月份分别伫台北、台中、高雄演出。记者讲到随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镜头来墨西哥。墨西哥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4月中就已经开始咧喷发，即马喷发喷较厉害。这是离首都墨西哥市敢若72公里远，所以即马首都的2座国际机场拢已经暂时关起来啊。火山附近100公里范围内的民众，大约有300万人，嘛可能爱随时爱撤离。对墨西哥国家防灾中心所翕的缩时影片，看到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山顶挖较倒边的火山口部分日夜连续一阵来喷出高烟甲火山灰，这是5月中的状况。不过到当地时间21礼拜，岩浆甲水石头以及火山灰喷出状况是更加明显咯。Hoy va a ser un recorrido por la zona, va a estar por Puebla, el General Sandoval, secretario de la Defensa. 有这个火山离首都墨西哥市只有72公里远，离周边近100公里内底民众估计达到250万到300万人。这段时间各地拢亲像安尼，大路车辆甲建筑物全部拢搭着一层真高的火山灰，空气品质更加是大大恶化。当局除了出动军队协助民众清这个火山灰，分发救灾物资，也随时准备要撤离这200-300万的人口。Pues ya tenía varios años que no se veía esto y pues ahorita otra vez todo volver a cuidarnos.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号称全球上大的活火山之一。在顶世纪的1947年到1994年期间，将近半世纪无重大喷发的情形。不过到21世纪，大规模喷发的次数是大幅度来提悬，尤其是2012年以来，逐年拢出状况。2019年连续喷出火山灰甲岩礁，期间有4个月才久。这摆连续的喷发已经超过1个月，除了必须影响范围内学校停课，墨西哥市2座国际机场也伫21天来暂时关起来，几若摆航班遭到取消，也是延后。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来日本的关东地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有较大，所以嘛有当时会出现情绪的问题。有专家就认为讲，烧染会当改善负面的情绪。即马世界各地嘛开始有企业在提供烧染的服务。来看非洲一间烧染的公司，伊已经开1年啊。不安、孤单、心情歹，长时间伫咧真无用的工作甲生活的时阵，互现代人心情一直无法度正好。这个时阵也是有人染一个，无定着会当解决这个问题。最近这几年，全球各大都会区拢开始流行烧染的服务，也是民众另外一种疏解压力的方式。南非城市约翰尼斯堡头一个付费烧染服务，嘛创立满1周年，用50外个烧染人员伫当地3个省到处服务，未少人介意。After that cuddling session, I just felt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d I was like, oh my God. So we do understand that the impact of touch is that it can really start to settle us into a deeper sense of feeling safe, considered, seen by the person in which we're engaging in touch with. 宣传带走孤单，南非这间烧染服务公司严格竞选工作人员，都爱一项一项管控服务过程，人客嘛都爱先登记认证身份。90分钟的烧染服务收900南非币，差不多是台票1450块。不过，这个创新的服务商品，伊的介绍甲安全，也是互民众会怀疑。Well,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person is going to be giving me a cuddle. And you see, nowadays it's not safe. For 950, I'm not sure. But for a service of cuddling,
I wouldn't mind. I wouldn't mind being a cuddler. 心理咨询师是赞成开放的态度，建议民众把小揽当作一种沟通方式，小揽甲别人产生连结，搁增加亲密感，无一定毋是一种放轻松的好方法。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有29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